一個 group 啦。其實我哋呢個 group 咧係暫時仲未有名嘅，係本身。咁我哋嘅主音啦 Vivian， 跟住我哋嘅吉他手小和啦，同埋我就係多功能婦女，乜都玩少少咁樣嘅。Happy。咁我哋本身咧就係有啲緣分，係有啲緣分嘅。但係我哋講起大家都會聽歌同埋玩音樂呢個話題咧，係幾星期前嘅啫。跟住喺幾星期前咧，就突然之間傾起原來大家都中意聽陳綺貞嗰啲即係傾開偈講，然後就突然之間發現呢一個組織咧，就有一個咁樣嘅 busking 嘅 session。咁我哋就問咁你想唔想試下？咁就標中嗌中啦。咁我哋就試下咗。咁我哋真係咧就夾玩啲咩歌啊，同埋大家有啲時間要摸索下大家喜好啦，同埋可能擅長嘅方式，大家點樣夾啦。其實咧都係試過2次啫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係啦，我希望係大家會 enjoy 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包容我哋 set up 同埋大家夾嘅時間咁樣。OK。講完㗎。其實咧，你講。其實咧，我哋今次玩嘅都係一啲廣東歌啦，我哋揀咗廣東歌，咁咧就我哋每人都揀咗3首、4首歌咁樣嘅，咁都係想係啦，即係希望大家都中意嗰啲歌，同埋入邊其實每首歌我哋揀都有啲意思嘅，係啦，咁呢首歌咧嚟緊呢隻歌咧就係阿小和嘅。咁咧，都係我揀嘅。你揀嘅，你揀嘅，我唔緊要啦。係你揀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咯。你唔記得咗啊？咁咧呢首歌咧就係唔使講啦。本身就應該個個都識嘅，雪邊個個都識。咁咧就被呢個衛蘭翻唱過嘅夏日傾情。好，嚟啊！好是你嗎？手執鮮花的一個，你我曾在夢裏暗中相約在這下，時來站在夕照後，斜陽別你漸離去，亦會不歸家，期待我嗎？是你嗎？能否輕輕轉身嗎？你回來靜聽我的心裏面説話，聆聽我衷心祝禱，祈求夏季快來到，讓這麼一刻燃亮愛吧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嗎？我已深愛着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換我念掛。是嗎？能哼出這首歌，我最愛了你唱，以歌聲替代説話。這首歌在夢裡面，完全為了你唱，願我的聲音陪着你吧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感到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嗎？我已深愛着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換我念歌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嗎？如今我只想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換我念歌。
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唱一隻比較近啲年代嘅啦。咁咧就唔知大家識唔識呢個歌手叫陳蕾啦，咁係近排嘅歌手啦。咁咧就呢隻歌係源自一個舞台劇嘅。咁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，因為呢首歌裏邊有句歌詞好好嘅。佢話誰都可以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。希望大家都揾到自己發光嘅地方，繼續努力。